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哥。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那全球霸主美国呢，终于开始为疯狂的加息而买单了。昨天的第一共和国银行的股票呢，暴跌了40%，一度跌盘了。据最新的消息啊，摩根和高盛两家大银行呢，正在为收购这个第一共和国银行呢进行一个洽谈。那由此可见呢，美国呢正在从世界霸主的舞台啊，逐渐的走下了神坛。而美国内部呢，也开始出现了各种争议和分裂。那经济和高通胀呢，令更多企业面临了破产。那随之而来的将会是进一步的大裁员，失业潮呢将会席卷美国。然而呢，美国银行的暴雷呢，一波接着一波，好像对加密市场的影响逐渐的在减弱。看来美元的霸权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。而早在今年的金砖国家提出发行金砖国家的一个贸易通用货币，绕过美元进行一个结算。那看来全球去美元化的道路呢开始上演，而这一段路呢将不会很长，会越来越快的被提上日程。想必未来美元还想以老大的姿态来收割全球的日子啊，可能会很快结束，未来10年的将会结束了。话虽如此，但大哥呢依旧是大哥呀。俗话说呢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所以在金融市场的至少在未来10年呢，一类呢还得看它脸色行事。受到第一共和国的银行的影响呢，比特币呢为首的加密货币昨天呢也受到了稍许的影响，但是影响不大。正如前一期红哥所说的，五一期间回调呢就是看涨的机会，所以下跌呢可以买入自己看好的代币。当然了，红哥呢已经为会员们提早布局了。如果大家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LRC。如果不想错过每一波机会的话呢，可以考虑进入红哥的会员群 YH2023-520。对了，红哥不仅会提供交易机会、一级市场打新，还会手把手教你撸空头等等，以及最新的市场机会和香港 Web3潜在的机会。因为呢，红哥的目前呢已经融入到香港 Web3的一个大家庭。关于香港板块呢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SH、CFX 以及 Sound 等等。另外呢，6月份呢，香港将会发布最新的一个支持 Web3发展的一个政策，所以呢，可能又是一波利好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